哇，真係震撼嚇！200零萬可以買到220平方單位。OK， 依家我哋見到嘅咧就係新葡京同埋咧海擎天以及快字機呢一紮。嗱，前面就係澳門綠洲嚇。嗱，一張通關卡就可以自由出入，並且咧依度仲可以申請埋單牌車嚇，唔受港車北上限制嘅預約。OK， 依度唔同你大家廢話，一齊上去做佢。OK， 歡迎總裁。嗱，呢一間咧就係200零萬嘅總價，你就可以立低嘅200幾方嘅一個大平層單位。嗱，呢一張 IMAX 級嘅景觀面咧，直面咧可以睇到成個珠海最靚嘅夜景 City View 全部睇到晒嘅。嗱，我哋可以前面睇咧就係澳門觀光塔、新葡京，係啦，同埋依個三江交匯嘅海景。遠啲睇咧 IFC 全部睇晒。嗱，同埋大時大節咧，依度嘅煙花景咧係直接喺屋企呢個大客廳全部可以睇到晒嚇，真係正到無倫。再嚟睇翻我哋依個餐客廳咧，講緊都有成80個方啊 ，LDK 一個 design。再入埋嚟，我哋睇一睇我哋啲房間啦。依度咧 set 好晒噶啦，包括呢一間細房咧，全部都可以睇到埋呢一隻咁靚嘅景，天花板嘅存在。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，我哋留言啦。